台湾的贫穷危机，除了老人，阁有青年世代。主计总处的统计，台湾20岁到39岁就业的青年当中，有大约769万人，一个月薪水无到3万块。若阁加上读册时阵所借的就学的贷款，安尼台湾目前有未少的少年人，才打入社会，都已经负债累累了。负债、薪水低，厝价阁夭寿啊贵，互真侪少年人看袂到未来，甚至唔敢来成家立业。咱继续来看失落的世代青年的心声。光是还学贷就要10年，更不会去想到很遥远的买车买房。能不能在这个潮流活下去，我们就是只能自己的拼命游。8点35，然后到上班的地点大概9点半吧。看火车驶过，边仔行人真无闲，你来来去去，伫奔波无闲的生活中，难得有淡薄时间，这是25岁杨兆军逐工上珍贵的时阵。这一段时间算是我放空的时间，就是什么都可以不要想，工作事也都不用想。刚出社会，杨兆军是手游产业行销企划，18岁为台中上北读大学，退伍了后，继续留伫北部打拼，伫外口租厝已经8年啊。为了省厝税，伊选择住伫桃园，逐工用2点外钟坐火车通勤，往回新北市上班。北部相较于中南部，机会也相对比较多。其实我在工作上是蛮开心的，但说到穷忙比较多，就是领到薪水那一刻，直接把房租啊、学贷付出去以后，你发现你剩下可能1万多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我上个月到底在干嘛？没事，不要怕。年纪轻轻对产这2字却有真深的感受，敢会忝，敢会艰苦。赵军点出生活无奈，伊一路为大学靠家己打拼，赚生活费，派将近60万的就学贷款。日常生活中会使欠的，伊就欠；会使省的就省。要毋过安怎欠，价金婆的数字嘛是我都增加。已经无感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说什么几亿啊、几亿，那个对我来讲是很远的事情，可能是特价99块，这个对我来讲会比较近。其实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就是这样，虽然苦，但是就是苦中作乐，慢慢这样前进。哎，这样好啊，10块就好不？10块咱交吧。哎，10块就好，谢谢。一个月薪水3万多，扣掉厝税8000，学贷5000块，还有电火钱、交通、网络等等的里里扣扣开销，生活费用全部偌济。加算算咧，伊学贷爱排10年，到35岁才都放下这个重担。就是我们 Minecraft 第2道重要的事情，采矿啊，跟采比特币一样，但是采了我并不会有钱啊，算是兴趣啦，但是因为也有收入，所以分润的那个收入，对，很少，1个月$5吧。我再怎么努力，你还是没有一个干爹。父母亲会觉得说，我们这一辈怎么会那么草莓？就是怎么会觉得说这样就很辛苦？以前我也是这样苦过来的啊。虽然说可能有不同的辛苦点，但是我们辛苦点是看不到未来。像赵军这款的少年人，只是这个世代内面角落的代表。当物价一直起，厝价遐悬，赚的薪水无够用，到底应该安怎处理、安怎做，叫做拍出一片天？派遣的人力，事实上是逐年在增加的。这些年轻人进到市场的第一份工作不必然是正职，但是非典最大的问题是在于，当你进入非典之后，你未来要能够转到正职的机会，相对可能也会比较弱。
青年产业化现象伫台湾社会继续伫传。依照主计总处2018年报告显示，台湾20岁到29岁139万名互人请就业的少年人内面，将近一半有91万人，每个月薪水较无3万块。佮从年龄层提悬来看，30岁到39岁275万人内面，依然有将近3成，差不多是78万人。一个月薪水同款较无3万块，薪水调整速度袂输固定数。大学毕业就业才28800的起薪，那就比较起跟我们同级的新加坡，它是78000，日本是74000，韩国是61000，台湾还不到3万，还不到人家一半呢。那我们怎么说？我们已经解决了年轻人的贫穷。你是下个月才要回家吗？应该差不多。 25岁张雅静甲李盈莹两人是国中的同学，拢是就北食头路，差不多2年啊，所以带做伙先厝税。雅静是媒体业，薪水差不多3万出头；盈盈是保险的经纪行政助理，薪水2万外。为伫台北生活，算盘都爱好好啊掂。 家里是希望我继续往上读硕士、博士，然后最好还可以什么出国留学深造回来这样子。可是现在你满街硕士生、满街博士生，还是很多人没工作啊。那我还不如早一点出社会，我还比人家早卡位。了不起，让我1个月存个1万块，那我1年也才12万，我到底要怎么存到100万？那我又要怎么存到一间房子？尤其是台北的头期款，那个头期款的梦想太遥远了。 但是现在的生活是离我最近的，那我会宁愿把现在的生活过得开心一点。外套、衣服啊，跟一些用不到的化妆品什么的，我都会在上面买掉。为了增加收入，雅静甲盈盈平时兼差接案，有时代替人买物件，有时会卖二手的物件。少年世代虽然有目标，也无对着未来依然充满烦恼。都惊讲，家会使做无壳落嚟伫都市漂流。 因为我读的是私立学校，然后这样带下来，其实大概也有40-50万。光是还学贷，你就要10年，所以就更不会去想到很遥远的买车买房，因为你连建立一个家的经济基础都还不到，所以你就更不会想要去很早就成家。台湾已经迈入一个叫做生育罢工的一个环境。我既然没有办法让我自己过好，我更不可能去 繁衍下一个时代，让他过得更不好，所以这就会形成一个更严重的一个恶性循环，使得台湾的人口越来越高龄化，因为出生的小子女数越来越少。青春负债，什么时阵才有度脱离产者？专家分析讲，下贷才是青年产者的关键原因之一。你看，107项年度大专院校以上有就学贷款的学生人数，差不多是263000人，占总学生人数的1/5。等是每个人内面，都有一个都爱派几十万的债务，一出社会就输伫起跑点。真侪人的心声是，要平心真正是有够困难。那个预算教育总要增加，不要用金钱门槛排挤贫穷人，没办法受高等教育，这政要做，证明上出人才，因为他潜能高，就是因为没钱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。但是不是他的损失，是国家的损失，你没办法那个增加政府的预算，那至少政府应该做的，对那个社免学贷。 青年薪水低，就流行兼差外送员伫车阵转来转去，送餐风险有够悬，就发生过真侪车祸，甚至是死亡意外，也是选择到国外去做线工度假，就能显示出台湾少年人的悲哀。就业市场似乎没有办法容纳到完整的这一些毕业生。就我们的分析发现，它其实会产生一个向下竞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适合我研究生的工作，那我可能会去竞争大学生的就业机会。那大学如果找不到一个好的，他可能又往下去竞争以往的高中、高职，所以它会形成了一个不同学历之间的相互竞争的一个关系。年轻人这个贫穷一点，你不好好的去重视，我们的人才外流，那我们的竞争力绝对下降，那未来国家的发展绝对受影响的。所以我认为那是国安问题。边境危机，20多岁的少年人薪水低，30多岁青年在回成长速度有够慢，到40多岁，大个担饲规家伙的家庭重担，宽宽伤口，到什么时阵才有度松一口气？
以前可能你在一个职位你要历练好几年，然后你慢慢往上升。那现在虽然说有一些起薪低，可是利用一些数位科技，你的核心能力、你的竞争力事实上可以快速累积。那这一点是过去的年轻人他比较没有办法。那重要的是说，那到底你要的那个位置，它需要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？那这个是你要去培养。我觉得年轻人最大的就是让他有一个梦想实现，有一个创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激励。OK， 那政府在这一块可能要更大的努力。加薪产者看袂到希望，因被称之为“房世代”，嘛是失落世代。这阵无甘金汤匙啊，一切敢来使靠家己的少年人，正在被社会吞噬因的理想。不过因依然无张图，勇敢向前行。2020年疫情了后，13万青年大军即将离开校园，进入社会打拼，挑战人生，改写命运，因敢有法度改变逆境。我们也不能说去怪罪这个社会，毕竟这个时代潮流就这样下。那能不能在这个潮流活下去，我们就是只能自己的拼命游。